讲道领受圣神所赐的大能力。咱请曾牧师。咱同心来祈祷，万管能的上帝，伫阮纪念圣神降临这种应允神圣的日子，世界的教会拢咧期待圣神搁一摆。伫今仔日做工，亲像2000年前，我们恳求上帝，你的圣神运行伫全世界各所在，互见有惊吓的心有平安。见那病痛的得到上帝你的怜悯，失迷丧向的人得到你所享受丰盛的活命。亲爱圣神，请你降临，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照着大人的需要来施行你的怜悯。愿将今仔日的礼拜对头到尾，恭敬交伫你的手，愿你的圣神做工，祈祷我靠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所听遐的姊妹，愿恁平安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特别是圣神降临节这个圣主日，咱会当亲像2000年前失去主耶稣的学生，因惊吓秘伫因心内密房，伫迄个所在咧吐气，心中有惊吓。对5月初开始，台湾的疫情哪来哪严重，但是愿主耶稣对台湾。对所听遐的姊妹，愿伊对咱讲：我将我的平安留落互恁。愿咱伫今仔日的圣神降临节，咱搁一摆用笑脸、用脚步、用祈祷，咱伫主的面前恳求主，以家己的圣神，就是早伫地，今仔日伫地，将来嘛要伫地，就是摇化咱的上帝，伊的圣神运行伫咱的中间。愿这个圣神。甲所听遐的姊妹，恁的家庭三甲地地，将伊所享受圣神的大能力来享受互咱。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有2段，拢咧讲起咱的上帝是一个大权能的上帝。亲爱遐的姊妹，无得惊，就听天使讲，我报恁一个大欢喜的好消息。上帝的圣神是带互咱能力的圣神，咱的上帝。甲其他的生命无共款，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搁一摆告别咱的信仰，咱对天地讲，阮的上帝伸出你的手骨，行奇妙的大事。愿圣神将顶面来所享受的能力，也享受互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。愿咱携手伫咱的心中，安尼告别咱的信仰讲，我的上帝是一个至大权能的上帝。我的上帝是一个至大全能的上帝，对古早到今仔日到永远。所听遐的姊妹，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所读的经句，耶和华，你已经将你的大能力显明予你的奴仆。伫天顶伫地下，有甚物的神会通亲像你，行奇妙的大事，独独只有你大能力的作为。所听遐的姊妹，愿咱搁一摆告别咱的信仰。也深信圣经中间所应允，伫咱的上帝无一件恶得食的事，得时不得时，惊吓平安，忧苦欢喜，咱拢伫上帝的面前甲主同行。咱的主耶稣，伊有过活，伊所享受的圣神，今仔日要搁一摆，将圣神的大能力，通过咱的敬拜，通过咱的祈祷，将伊的权能享受互咱。愿咱安尼祈祷，所听遐的姊妹，伫你的厝人的内底，你嘛通伸出你的双手，咱会通同齐安尼祈祷讲：主啊，至大全能的上帝，我要敬拜你；至大全能的上帝，我要敬拜你。愿你降临伫我的家庭，愿你降临伫这个礼拜堂，愿你降临伫你所听台湾这个国家。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愿纪念。圣神怎样起造你的教会？圣神怎样伫2000年前运行伫世道的中间，互死搁活的应允，真做一个活活的信息。亲爱的圣神，求你降临伫阮的中间，用你的大权能拄起，
新冠肺炎所带来的惊吓，用你所享受的大权能，特别光照阮的内心，互阮今仔所读的圣经会当充满智慧。亲爱的姊妹，每一摆咱的少年圣神的事，每一摆咱的纪念五旬节圣神降临的事，咱知这是2000年前教会的起头。若不是圣神自水会当起造普世的教会，这个日子是有关着能力甲活命。亲爱的姊妹，愿你得到一个全然活新的活命，愿这个圣神今仔日甲你相甲伫地，直到你一生的路尾。各位主耶稣照着今仔日的圣经路加福音，各位主耶稣对伊的门徒应允安尼讲：我要将我的天父上帝所应允的，就是圣神首次降临伫恁的身上，恁着伫耶路撒冷听候，直到恁领受对顶头来的能力。所听的姊妹，伫祈祷中间听候，伫绝望的中间祈祷，伫特定时的祈祷中间来领受上帝对顶面来的能力。耶稣所应允互伊的学生，对天灵所享受，这个能力是一个全然的能力。原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嘛安尼祈祷讲，2000年前享受伫彼得、约翰、雅各，享受伫正使徒身上的圣神，愿你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也降临伫阮的中间，互阮无做消风的家规啊，互阮的生命搁一届得到充满。亲爱圣神，求你怜悯阮，愿你降临伫阮的中间。所听的姊妹，就会记得，咱所领受的，就是对顶面来的圣神，毋是这个世间的神。踮伫咱内面的，比踮伫这个世间的正神明，所有的一切的灵，咱的圣神拢掌管，拢压过因。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来领受主耶稣所享受属灵的大能力。咱伫主的面前，伸出咱的双手讲：主耶稣，求你照你家己的应允，享受对天人来的能力。所听的姊妹，能力这个字，伫圣经的中间，伊希腊语叫做 dunamis。这个字本身，伊有一个特别的意思，就是炸药。这个 dunamis 伊翻做英语的时阵，就是一个爆炸性的能力，是一个想象袂到的能力，是一个瞬间圣神来临到的时阵，无能力的人要叫做有能力的人。真水的一个字，英语嘛叫做 dynamic。dynamic 的意思就是一个有动力，本地是一个无小无量已经失志的人。伫绝望的房间咧听候，伫迄个中间咧少年，伊的主已经过身的遐学生，忽然当主耶稣临到，当圣神降临的时阵，因有一个动力、新的能力、新的爆炸性的开力。所听的姊妹，愿咱伸出双手，咱恳求圣神，将这个爆炸性的能力放伫你的内底，用上帝圣神的能力来破除所有的阻挡。伫你的心内，若有一块大石头缀伫你的心内，亲像伫迄个梦旁，将耶稣甲世间人甲伊学生过当迄个梦照，愿天父上帝享受的圣神带来这种改变的开力。所听的姊妹，我靠圣神勇敢向前，用上帝圣神所拄着，破除所有的艰难、失志、绝望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，互咱有一个全然换新的能力。咱甲主讲，主你的能力若踮伫我的内面，我靠这个能力，我就凡事拢会。愿天父上帝赏赐咱一个得到头棒的开力，咱的双手要得到圣神甲咱头开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无论咱的习惯，无论咱所拄着情景缀伫咱的心头，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甲主讲，主我无爱搁做奴隶。我无爱这个受捆绑的人，主求你将一个全人性的活命享受我。新冠肺炎最大的伤害就是被困着咱的细胞，人就伫迄个所在失去自由喘气的开力甲能力。愿今仔日的圣神所带予咱的，就是一个新的能力，互咱会当有开阔的生命。咱所领受上帝的灵气，
就亲像初代上帝创造人的时阵，将伊的气分入到咱的心上。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上帝祷告，主啊，我要呼吸这个你所享受这个空气，我嘛要呼吸你所享受我属灵的活气。求天父上帝帮助我，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安静咱的心来听圣神对咱所讲的话。愿咱用敬虔的心，咱做伙宣读今仔日圣经的话语的时，咱就得到启示。上帝对天人来所享受天顶的事，要赢过咱伫人生中间所多无地上的事。愿这个圣神对天人来享受咱能力、智慧甲感动。搁一摆，咱伫祈祷中间，咱甲上帝祷告，享受我能力、智慧甲感动。圣神要引带咱行人生的路，享受圣神要享受咱权能赢过最引诱试探。圣神要享受咱有智慧，通辨明伫引诱中间稳重的遐个主动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所听下这，愿上帝将伊家己的能力甲奥妙享受伫你的人生。咱同齐做一个快乐的基督徒。咱同齐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，咱同齐见证，当圣神踮伫我的内面，我的生命要全然换新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搁一摆，咱抬头看天的时，咱学了伊讲：哈利路亚！耶和华阮的上帝，你是全能至大的上帝，对古早到今仔日，到将来永永远远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搁一摆告别咱的信仰。咱知影，上帝所享受的国度就是能力。拄则我有解说新约中间咧讲起这个能力，拄了买这个字英语翻做 dynamic， 还是讲翻做一个拄了dynamic 哦，这个炸药这个字。愿咱真正会当伫咱的人生的中间，咱来领受上帝对天人所享受咱的能力，就亲像保罗讲。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。我可迄个享受咱快乐的上帝，我可迄个享受咱快乐的圣神，咱凡事拢为。这个意思就是，我有能力通赢过引诱，我有能力通赢过我的情绪，我有能力通赢过最捆绑我的习惯，我有能力通过一个自由的人，我有能力通做一个上帝所创造以光明的家子。会当，甲袂当，基督徒有真侪新的改变。我袂当是因为我无爱，我会当是因为圣神伫我的内底，互我成做一个受透放自由的人。所听兄弟姊妹，今仔日的圣经到底会通带互咱什么种福音的信息？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重新来想这个应允，就是能力。愿咱伫主的面前好胆。勇敢积极地祷告，主啊，我无爱做一个失志的基督徒，我无爱做一个软弱的基督徒。既然你是全能的上帝，愿你怜悯帮助我，将信仰的能力，互我对今仔日开始享受这个信仰的能力，互我对今仔日开始享受这个信仰的生活，互我真正能担着福音的甘甜。所以一个骄傲基督徒讲，我伫黑暗的世代，主怜悯我。将伊的大权能享受好我。圣经中间所讲的这个能力，拄了买这个字会当翻译做爆炸性的能力。愿咱共同伫今仔日的礼拜时，当咱跪倒祈祷，主享受你快乐，互你成做得胜，享受上帝权能的基督徒。请会记得耶稣的应允，伊讲：我要将天父上帝，我的天父所应允互我的。放伫恁的心上，就听候。听候这个意思就是安静祈祷。当咱还未得到的时阵，迫切祈祷，大声祈祷，大大的张口。当咱开嘴来领受，伸出双手来领受的时阵，上帝伊就迄个瞬间神圣的时刻，进入咱的生命的内底。愿咱伫伊面前，咱甲主祷告，主耶稣，求你怜悯我，享受我，特别伫圣神降临这时。属灵的快乐，互我今仔日活伫这个世间，是依靠你圣神的大权能，主帮助我。而且你会记得吗？
圣经腓立比书第4章13节，保罗安尼讲：我靠迄个家庭我亏力的。伫这个所在所咧讲的亏力，就是拄则咱所讲迄个拄了买，但是伊头前佫加一个前置词，就是 and。迄个 and 的意思伫英语翻做 in， 伊的意思就是伫能力的内底。咱要进入一个礼拜堂，咱要进入一个上帝充满的所在，咱要进入上帝伊的权能的国度，进入迄个能力，是基督徒伫信仰中间的祈祷。愿天父上帝所赏赐咱，保罗所讲的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，我靠迄个赏赐我开来的。伊的意思就是，对今仔日我的生命要带有能力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祝福兄弟姊妹。愿咱交做一个互上帝欢喜、见证圣神的基督徒，互咱带着能力伫咱的人生中间。今仔日咱所读的耶利米书，应该是对17节到22节。32章第17节讲：耶和华，你伸出你权能的圣手，伫你无恶得正的事。这句话是咱常常伫讨开的中间，拢咧甲上帝讲：主啊，你若肯，主啊，你若肯，无一项无可能。耶稣身边有偌尼侪人来追求耶稣的时，因拢相款甲耶稣讲：主啊，你若肯，无恶得正的事。兄弟姊妹，上帝无偏袒任何的人。你若相信，你若祈祷，咱就要共同见证。这个上帝无恶得正的事，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同齐伸出咱的双手，咱学着咱的上帝讲：至大全能的上帝，万军的耶和华，耶和华是你的性命，耶和华是你的性命。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嘛伫咱的信仰中间，搁一摆告别咱家己的信仰，咱甲天顶的上帝讲：耶和华是你的性命，耶和华这个名意思就是自由、拥有，无起头，无煞尾。这个就是伊的名，伊的属性，就是创造天地对起头到今仔日到将来。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搁一摆告别咱的信仰。我真爱19节，19节汉文的圣经讲，他行事有大略，谋事有大能，大略大能。和迄个白话字的圣经、台湾话的圣经、白话字的圣经安尼翻译讲，你的计划有大本事。你行代志有大权能，所听的姊妹，咱的上帝若是一个至大全能的上帝，咱做伊的学生，咱做伊的百姓，咱做伊所交托的萝卜，咱必然有上帝所为咱备办能力甲策略。咱毋是亲像空手咧拍拳拍空气，咱应该是一个代表上帝。参与伊的工作，活伫这个世间人见证上帝伊的全能，伊的策略智慧。我咱今仔日个礼拜，咱花手伫咱的生命，咱为一个十字架时，咱甲上帝讨讲，主你将智慧、策略、能力加添伫我，加添伫我的囡仔，互阮成做一个有策略、有智慧、有能力的家庭。所听的姊妹，伫咱祈祷时。咱就要亲像以色列人，当因伫艰难、伫埃及、伫旷野，甚至到伫约旦河边，上帝手无离开因，上帝带因进入应允的迦南地。所以伫迄个所在，因世世代代拢咧纪念上帝伫旷野所行的新约基础。所以犹太人讲，直到今仔日，耶和华你是阮的上帝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对你初信到今仔日，你感受到，这个上帝将来无离开你嘛？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甲咱的上帝讲，对古早到今仔日到将来，我深深相信，听我的阿爸天父，你的确无放杀我。愿你带阮脱离迄个受捆绑，愿你用你的圣手抛开捆绑阮的铁链，互阮的心自由，互阮的心开阔，互阮有自由的灵。带阮行义的路，愿天父上帝帮助阮，因为你是至大全能的上帝，对我认捌你，直到将来永永远远，除了你以外，我无别的上帝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活可以。所听的姊妹，毋免惊艰难的事，
就相信，愈艰难的事，咱要看见愈奇妙上帝美丽的作为。咱来养成这种的态度，就是唔惊艰难。咱甲上帝讲，愈艰难愈好，因为唔是我来成就这事。教咱的囡仔唔通惊困难，教咱的囡仔勇敢向前行。因为在咱的人生中间，我靠咱家己，咱无能力，但是若我靠迄个引带咱的上帝，唔通惊困难，勇敢向前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伊的心内底，伫圣经的帮助中间，咱看见圣经的能力。所以今仔日第二个，我要甲咱做分享思考的就是圣经的工作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当年拢咧过圣经降临节，咱嘛常常较无圣经的工作。你感觉圣经的工作是甚么？有人讲就是医病赶鬼，有人就是圣经充满，有人讲的真侪迄个圣灵的充满。但是你感觉圣经的工作是甚么？我那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定心来思考，因为圣经的工作是有关着上帝的作为。起头上帝创造天甲地，圣经最大的关联就是彰显上帝家己的能力。圣经最大的关联就是互人的目睭、肉体的目睭看袂到上帝迄个荣耀的时，圣经用伊的关联，互咱看见上帝奇妙的作为。所以保罗讲，上帝可不在伫临遮，乃是在伫关联。我那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知影讲，伫肉体气的人，伫这个目睭、肉体的气躯的中间，咱真困难了解上帝全能的奥妙。第二，圣经的工作就是帮助咱人捌，耶稣唔是普通人，耶稣嘛唔是干那一个先知，耶稣嘛唔是干那一个智慧的老师，耶稣就是基督，伊要拯救咱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圣经甲上帝做伙创造，伫亚当的心上分入瓦开。对起头，这个圣经就是创造的上帝。后来圣经甲耶稣同工。后来耶稣上天了后，圣经接续就是起造上帝伊的教会。这个圣经的故事，耶稣所带来福音，上帝国天国的信息。圣经就是上帝国度的创造者。原来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伊相隔伫地。但是今仔日上重要，我要甲咱做伙认捌的，就这个圣经对咱个人的关系。圣经对咱来讲，上具体的关系，不是创造世界，不是安那创造教会那点，伫咱个人单独的需要顶端，这个是上重要。因为圣经甲你的人生、甲我的人生有关系。上帝的神帮助咱的生命换新，悔改认罪。所以讲，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出声祈祷讲：亲爱圣神，恳求你降临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唔通袂记你这个祈祷，唔通点点无回应圣神。原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上帝神讲：亲爱的圣神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我邀请你进入我的生命中。亲爱的圣神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邀请你进入我的生命中。也在这个祈祷要改变你，这个祈祷带来6项事。时间无用，阮牧师真长，所以牧师有将这个文字的稿放伫咱教会内的族群，你会通搁安静，搁重新想过几项代志。圣神对你的工作，对你的生命最大的改变，就是互你的生命水，互咱的生命健康，互咱的生命活出上帝的本性。圣神就是生命的供应者，所以耶稣讲，要有圣神的活水泉伫你的身，对你的腹内。圣神就是一个生命的供应者。第二，圣神就是保惠师。保惠师的原文的意思就是甲你讲话。当你遇到困难、你想无的时，有一个咨商者，有一个顾问，伊就会甲你讲，互你有真侪建议。这就是咱所谓讲，伫我的心内有一个第六感。这嘛是有的人讲，伫我的心内有一个良心。当我做唔对代志的时，我的心内插一个。迄就是圣神对你的讲话讲，我所听的今日小心，唔通踏出这个危险的脚步。圣神就是一个领航者，
当咱毋知影头前十字路口何去何从的时，就亲像卫星导航 GPS， 相信就对天顶将上帝也引带，为着伊的名带咱行去的路。相信就是一个领航者。搁较戆的人，若倾听圣神的声，伊就要成做一个会晓得选择正确道路的人。第四，圣神就是一个保护者。咱咧讲属属灵的军装，其实应该讲就是圣神的帮衬。属灵的军装是象征性咧讲起一个军人，伊怎样来装备伊家己，保护伊家己。但是最大的保护者就是上帝的圣神。咱出咱入，任何引诱试探，伫圣神的内底，咱要有全然的平安。第五，圣神就是一个加天开力的。保罗讲：靠着那加给我力量，伊就是一个增能者，就是将开力对体能放伫咱的生命中间。基督徒相信基督是因为咱相信上帝要加对咱的帮助。圣神就是安尼。圣神本身就是一个亲像耶稣羊羔的宝血，所以圣经讲，咱要带耶稣基督的记号。圣经嘛讲，恁要带有圣神的记号。所听的姊妹，咱通上定性，伫咱祈祷了后，伫咱家己的头壳遐顶悬，也是讲你咧为你的囡仔做祝福的祈祷，你嘛通伫你的囡仔头壳顶悬，甲伊放个十字架。这毋是一个真好笑的动作。这是一个真神圣的态度。当咱安尼做的时阵，主耶稣基督的记号、圣神的记号，就点伫咱的家庭，点伫咱的教会。所听的姊妹，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伸出咱的双手，咱甲上帝圣神讲：亲爱的圣神，请你降临伫我的家庭；亲爱的圣神，请你进入我的生命中，愿恁平安。咱同心来祈祷，亲爱的圣神，恳求你临边帮掌管。虽然阮讲平安平安，但是有时外面的环境互阮所拄到的冲击甲改变何等的大。今仔日伫礼拜中间看到空空的礼拜堂，这就是阮伫肉体的人伫这个世间的环境中间，有时阮无法度通避免，但是阮知影，虽然礼拜堂只有剩这几个侍奉的同工，但是伫你的圣洁的作为内底，阮伫逐所在兄弟姊妹，阮同心通过你所祝福的这个网络的敬拜。我要感谢阿多你，恳求天父上帝你，互讲的听的，阮所听兄弟姊妹，将你的平安放伫因的家庭中，阮伫你面前同心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，阿门。